们要为您介绍的是有关于原住民的音乐。哎，怎么您可以吗？开什么玩笑？山地歌舞我最会了。可以哈。朋友呀，快来快来看美丽的月亮，已爬上东边的山上，我们真是俩正在这跳舞。那乱多伊那那呀嘿呀嘿，那乱多伊那那呀吼嘿呀，吼伊那乱多伊那那呀吼哎呀，两三年我们来欢迎沈没有文成。问题，哎呦，两三年也没有问题。如果你不相信，天知道地知道，信不信由你。心上人呀，心上人，你没有真的呀。哎嘿，target kan akan nombe, dengan dia so, marah dengar. Oh, 马拉嘎都在妈咪，没有，马来个妈咪啊！马拉嘎妈咪。哎，你怎么会讲这个？他是什么来着？我不晓得，他可能是那印尼那边的。不是，还有印尼那边去了。那话是我没有听过，蛮像的，就是我有说马拉人啊，就是谢谢。我应该说就是你好吗？干那阿干都没吃饱还袂啦。对啊想看咱这个节目就是都在你吃饭。假爸北叫做什么？干那阿干都没。戛纳那个哦，歹听呢，你安尼发音。干那阿干都没。戛纳阿甘诺呢？不是 no 呢，不是 no me。诺梅？那你刚才讲的是什么？我一起跟马拉嘎妈咪，跟他们起好像也是吃饭的意思。是乌来那边的。乌来那边。对，马来个妈咪。不会啊，乌来我记得是泰雅族啊。泰雅族是吃饭就是拉布。哦，吃饭叫拉布。那喝东西就干你。干你，那又吃又喝呢？干你的。海瓜，少来这，因为海瓜你。哦，你安尼听起来敢台语袂输人错啊你啊！吃是干你，那喝叫拉布。不是拉布。那连起来。那既然是山地文化，正确的，为什么不能连起来讲？又吃又喝。干你了乌啦，这没关系，这是山地话呀。哎呀，今天沈文成来了节目之后，还带了一些这是原住民的服装。哎呦，尤其是我这个，我一看，哎呦，这是传统下来的。对，这是个武士。武士啊，武士的，好像那个执行带。执行官啊，卡扎头。我的过山无？安尼啊，还过迄个猎场无？像伊山顶去用拍去安尼无？这样子。这套衣服是这样子，这个代表。哎呦，我看到伊足熟悉呢，甲阮的祖先共款。哎呦，哦，你知影阮的祖先的雕刻就是安尼。这个你去乌来啦，还是去了风景区啦，九族啊。这一条领带让我觉得非常奇怪，也是你们这个。哎，这是怎么会有这个领带呢？哦，这个是村长在带的。这是中间怎么还有一个国民党的党徽呢？哦，他好像也是党员吧？他每次要参加这个党员大会，他就带这个去。哦，陈文成自己这套衣服，那头壳顶这是啥回啊？向日葵啊？向日葵，这是山地艺啦。山地艺啊？嘿，较早阮的祖先。怎么会有2个是保利龙连上去？开始这个运送途中啊，这个2颗牙齿压断了，他临时找不到东西补啊。对，这制作单位很聪明，就用保利龙临时磕2只牙齿。哎呦嘞！放心，这是拢差不多阮几百年前的祖先哦，拍的山地啊，一直留到今嘛啦。接下来好好唱唱，真的邀请到沈文成到我们节目来唱这个山地歌曲了。山地歌曲啊，我是怕费玉清可能会差一点，对吧？哎，那也不一定啊。这个山地歌的旋律啊，朋友都很熟啊，还有一些还变成流行歌曲呢。我有一首歌曲，可能费玉清一定会唱。一首叫做《流浪歌》。听看卖的啥？好，听过。来，你把听过来。我先唱。你先唱。老师请了。流浪呀，到台北，巴肚摇呀，流口水，带着不好意思的眼睛，厚着脸皮跑到朋友的家里。唱啥？好你请啦！
流浪呀流浪呀到台南，找无人啊找无人啊真凄惨，抱着不好意思的眼睛，厚着脸皮跑到火车站的当铺。你要唱什么？头家就转一个啊！蹦蹦冰啊，流浪呀流浪呀到故乡，望叔叔呀望叔叔呀心康胖，带着不好意思的眼睛，厚着脸皮跑到心上人的家里。没唱上哎。心上人的家里。哎。 QK 啦！拜托乒乒乓乓哎，我头前拢唱啊外艺术，啊到你遮都什么 QK 拢出来。 QK 不是什么拍位，因为这个原住民其实跟日本人的这个文化结构很深的。哦 QK 就是休困嘛，对啊，哎，休息。我惊着我就是迄种长八短的有一种 QK。这个其实沈文程他的这个山地歌曲啊，还有几首歌非常好听，我想在这边点你唱一首。我用点他的，只有一个扣了，就一直唱到底的那行吗？这是什么族的？一个扣了，他哎，就是普通我们山地的民谣啊，山地民谣它有一个特色，就是永远都是一个扣了，不是这个低呢，就是低麦啦。哦，哎，比如说我们刚刚是唱低麦了的，有一个低的，从头到尾。都是这样。哎呦，从头到尾，这个有意思。哎呦哎呀啊啊！找一个 key 唱到底的，让我们欣赏一个啊，我唱一首这个失恋歌。失恋歌，这个失恋歌，这个你应该听过。哇，我好欣赏这个，好喜欢这个。来听听看，没听过没？好，几个 key 美美的心上人，个个都是英俊的男主角。像我这么丑的男人，怎么让你来看上？美美的理想就像那刘德华，哎呀，害我天天在骂骂的。欧吉桑呀，欧巴桑，我该怎么办？叫我如何来告诉他？那罗安来，那罗安来呀，哦哎呀，哦那罗安，哦哟哎呀，哦哎呦哎呀，从头到尾都是低。奇怪哈，声音在变。哎，尤其是他第一句，他奇怪呢。哦，这句话的特色就在第一句，他怪怪的。妹妹，哎呦，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，哎，妹妹，这个还有学问的呢，叫你的 key 分的呢。这个就是低，然后有一种叫低的，低麦的，哦，又换一个 key 了。也是从头到尾都是。哎，对，我今麦介绍几条歌哈，你们要仔细的听，因为这首歌是在所有电视有电视的历史以来哈，一定从来没有人唱过。哎呦，哎，我唱给你听哈，好不好？这是我细汉时阵就定来咧唱哈。哦，低麦的哈。爸爸妈妈，我恳求你们不要将我嫁给外省人。我的理想是山地人，等到我20岁的时候，我才要嫁给沈文程。哇，镜头，给他们叫好沈文程啊，哦，来镜头啊，而且你唱这个歌你要注意一下，爸爸，我不要嫁给那外省人，你按你心头给你挑起省级情节。不啦，这条歌给。不是，这个是日据时代流传下来，但是所谓的外省就是日本人呐。妈，请你把我嫁给了外省人。哎，后来嫁给外省。外省人又体贴，哎，又有受田证。
哎，对。那现在就要临时编一下了，对，临时编要嫁给外甥，还要把寿田真的摆在里面，这就厉害了。哟，就是马上要编了。妈妈，我恳求你们，希望你让我嫁给外省人。好，因为他们有手天真。到我就变成继承人。哎呦，有一套啊！人还接人哦，家波哦，这厉害了。哦，而且还是嫁给人哈。才几年以后，我就是继承人。哦，你这个太狠了，太狠了。这好的，你就知道沈文成他就有一套的。哦，头脑变得还真快啊！哎呀，转得真快西洋歌曲唱得好啊！西洋歌唱得好。大家以为说他只会唱台语歌、国语歌，你今天一看才知道，原住民文化真正的这个宝库在这个地方啊！哎，真的，我真的是有一次，我就看到那个印度啊，印度有一个红歌星啊，他就是在美国出一张 rap 的，他就把这个一半是唱英文的，然后一半是唱印度的那边的印度话，哎呦，哎，用 rap 来唱，哎，真的很有特色。来一段 rap 啦！对啦，我就想说啊，这个山地歌、山地话，这用 rap 来唱哦，这是可能会味道不一样。所以看到那个影片，你就觉得有这个灵感是吧？有啊，马上要看山地话到最后啊！哎呀，那哎呦，叹为观止了。阿玲来跳舞，气孔好，那个跳舞，哎，阿蛋你这样不几牛瘦的。rap， 来看沈文成表演我们山地的 rap， 耶！哈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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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力给你们那么一个巴掌，干那阿哥，那个爸爸，大力给你那么一个巴掌，干那阿哥，那个爸爸，这山里的阿爸爸跟着阿起来，马山里的阿爸爸跟着阿爸爸，马山里的阿爸爸跟着阿起来，哈哈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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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乌嘎加嘎加嘎乌嘎乌嘎加嘎乌，乌嘎加嘎乌嘎嘎乌嘎乌，哈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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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张飞头两个，哎，这个讲起来。张辉头俩鸡啊，出来！啊嘿，张辉头俩鸡，两个只只钓一个，讲起来棒球刷壁车。哎呦！哦，这该这瑞普有没有 key 打？哎呀，我平常也这个。哎，这跳到瑞普真的是有板有眼，哇，好厉害啊！有一点东西啊。今天非常高兴啊！这个看费玉清也开了眼界哦，我很少看他这样笑成这样的，这是我还玩得很开心的，真的非常谢谢这个我们的龙兄虎弟，哎，提供我这个机会来这介绍我们这个山地的一些歌曲。我今晚非常谢谢你们，因为我们这个卢凯族啊，起码差不多存6000人啊，哎呦，哎，现在差不多剩下6000人。哇，这个应该列入就是保护的。啊，小孩子都不会讲，也不会唱了。哎，不会。对啊，现在这个我学的这已经接受国民教育了嘛？对啊，所以说多这个机会让他们就认识。对。哦，好不好？就所以说这个沈文成看得出来是非常有这个抱负啊，而且很有情操的一位原住民的这个青年。谢谢，我希望能尽一点自己一小小的力量。好吧，今天非常谢谢沈文成。非常高兴，今天在歌谣时间里为您邀请到的这位留着2撇胡子、性格深情的沈文成来到节目中，欢迎沈文成。为安怎你要离开？请你唔通搁再伤悲，刚失去嫌阮的过去。请你唔通黑白怀疑，你送我一条手机呐，我永远扎在心边。无论1000年也是万年，请你唔通放袂记。
吼，这条歌是你唱来正红的歌曲。我这条歌写了好啦，哦，写得好，好，就有感情啊。写有感情。但是我来唱，甲陈英杰甲你唱，你哦，无共款，无共款。你更有女人味啊！真的。哎呀，我能唱你会赢啦。无人甲唱啊，无人唱我会赢了，对想过学了啦。这个歌本身就好听的，对吧？是你歌好赞的。算来这个沈文成在这个歌路上呢，也算是这个爱民爱乡啊。哎，有几条歌的受到地方人士的是特别的赞扬。古年一条就红来去台东。哦，来去台东啊！哎呦呦，不得了啊！那首歌。这个是这样的，其实我做过差不多要10年啦。10年。对我的故乡台东有一点点回馈。哎呦，用歌声来回馈啊！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。哎，说到这个来去台东啊，哎呀，介绍了我们的这个故乡台东好多介绍的好好吃好玩的地方啊。其实大家现在拼命这个利用时间的出国去度假。出国热。我们在那。不单是我们台东花莲好玩，其实我们全省好多地方很好玩，你都没有去注意到。我来你啦，先来听你一条都在讲来去台东。哦，先对台东才来出发的。再让我们来回味一下你这个歌曲中介绍的一些名胜。OK， 用歌声底下来唱看没？好，来去台东，来，我们来听听沈文成这首歌。来台东，请你斟酌看。出名你去山，也有一支石虎山。哎呦，初六日啊，牧羊唱情歌，红桃树上山带美丽海花。热心花红地，到你心开怀。这个歌好轻松啊，好亲切啊！哦，几个这个特殊的地方都被你介绍差不多。蓬莱石刻、三仙台啦，吼，石虎山啦、绿岛啦，吼，这拢有像。拢有啊！哎呀，这个台东，你看就包含了这么多好玩的地方。对。你都在讲啊，被位迄边唱落来。我讲到什么所在？我讲，对个台东吼，直接对个地上也是关山吼，海端了吼，直接插过来。哦，插过来就到玉井，个差不多30公里就到台南啊。我到台南啊。台南关啊。哦，台南，安尼嘛。台南好佚佗啊，好佚佗。来介绍个台南嘛，唱歌。去台南，我来去迄落安平港追想曲。安平追想曲。追想曲。哦，这嘛是条好听的老歌。好听。我们来听沈文成。柯秋先生啊，来安平追想曲。心情花红灯又送，风吹紧我思情浓，情浓春风，伊心全无通，伊是行船啊渡风浪，放阮情难忘，心情无地讲，就是行着海边风。海风无情，笑阮讲不知错乱啊，心茫茫。哎呀！你唱老歌嘛好听呢，安尼哦，哦，唱歌就有感情安尼。那刷来到这个台南以后，抓了过来是什么所在？起来到到咱台中啊。台中啊，台中不？台中啊，就有一个名胜，这个非常出名的地方。哪一个？骊山。哦，骊山哦。哎，讲到这，我就知影想到一个歌王，贾雷先生。我唱一条歌。谢雷先生。谢雷先生。我们来回味一下他的歌曲。好，骊山是。骊山有个姑娘，叫呀叫那达，她的2个眼睛水呀水汪汪。乌溜溜的头发配肩膀，一把热情像太阳。欢迎谢雷。骊山有个姑娘，叫呀叫那达，唱起那个情歌，多呀多嘹亮。情花守着我。哎呀，讲到台中啊，也回味了谢雷的歌路。对。刷到过来介绍是。我跟你讲，家人啦。家人啊，咱就直接跳啊家人啦。跳去台北过去啊，家人，咱在这等下过度。家人都无啥物歌通唱啊。家
家人哦，家人这是有歌啊，哦。有歌哦。这条歌你就是描写这个家人山，你嘛？吉南山啊，家人山你捌听过吗？毋捌听过。我唱首这个家人山有你听我。家己本行做歌星，都捌听这条歌。捌啊，我介绍。哎，好，我们来回味一下，很好听啊哎，听听看这是什好么样的歌。老师下了。吉南山。迄个爱恁那放撒我，伊是嫌阮面容歹看，嘛是嫌阮做路换。阮无嫌你面容歹看，就是嫌你太贫惰。有时是光，有时个暗，阮要搁带摇别人。这首歌曲啊，这首歌曲啊，这个旋律就很熟了。这个是日本时代的轰动到今啊，麦。这条歌玩得有历史啊。有历史啊哦，，吉南山呢。家人的，这是咱台北头。台北头包括这条歌你一定，我保证啊，我发誓你一定听都没听过嘛。是爱跟咱主题有关的名胜的地方。我直接我跟你讲，坐飞机坐到鹅銮鼻，鹅銮鼻啊，我有一条鹅銮鼻的歌。鹅銮鼻后歌啊。有啊，啊，咱听看没？你听听。这是这个 tempo。黄昏的鹅銮鼻，灯塔闪闪时，有七位姑娘在海边，行来又行去，不知在想啥物，看伊不甲厝里边，小姑娘你免伤悲，有我在你身边。这叫做鹅銮鼻。鹅銮鼻之恋啊！哦。哎，真正有感情呢。哎，我虽然毋捌听过这条歌，你对咬字很清楚诶。啊那好就什么意思，咱一听了就明白。安尼啊。鹅銮鼻后歌呢？哇，有机会这款的，这个戏团的歌。这是人。我建议你出一条曲盘。哇，这较早就是阮的唱片公司，迄新市场在迄制作人啊，调工剪出来我听。伊讲这种好歌，你再不有人来给他唱啊，整个就绝传了，没有人会知道，忘记了。哦，鹅銮鼻后歌，好，我今日请你来节目中，安尼真的有意思。记得啦。哦，有够记得，有够记得。即马佫转，佫转来，哎，直接佫坐飞机。转来台北。台北市。哎。哦，台北。台北市的歌侪啊啦。哇，那真多啊！吼，台北今仔冷清清啦，台北个要落雨啦，台北啥物啊歌啦，刷一遍我刷一遍。台北讲有山。有啊，台北这个赞美山的歌曲。这个目沙。目沙有歌曲。目沙有啊，迄个木一个仙公庙无？哦，仙公庙。吕仙祖无？哦。哎，主神吕仙祖嘛。仙公庙会有歌吗？有啊，有歌。网游仙公庙。啊，这是较早什么人唱？梁山先生阮姐啊。哦，梁山先生。歹名阿高兄啦，拢会唱。哎呦呦，这歌你会记啊？哎，拢会记，我细汉就晓唱。来，给唱给大家听。我唱大家听好。回味一下。网游仙公庙。网游仙公庙，我家己慢慢听过。落叶在秋天，随风飘落去。一年一年心空虚，为怎样阮不知，求着仙公来保庇，有一日会来找着心上的人啊。好听好听！哎呀，仙公庙啦！我刚才这个从南的介绍到北啊，对。但是台北的歌，今年你也出一条，那调调安尼。哦，台北我有替台北写一条歌啦。哎，无安尼啦，今日这条歌咱来个合唱，来做一个这个全台湾性的介绍的这个结束，介绍到台北。台北是咱中站就对了。哎，中站咱大的所在。OK。哎，来台北之夜，台北之夜，来听听沈文程的《台北之夜》。初出来到一个繁华的都市，
也人高中好当路美丽好景致。老天的玻璃大楼徛在香顶边，一路上闪闪是。台北的暗暝，闹得无得比。台北的暗暝，更加少日时。可惜咱身躯也无偌多钱，不甲孤烟直打着看看就来去。今天在歌谣时间里，为您邀请到沈文程先生。走出来到一个繁华的都市，也人无中好当路美丽好景致。老天的玻璃大楼徛在香顶边，一路上闪闪是。台北的暗暝，闹得无得比。台北的暗暝，光甲像日时。可惜阮身躯也无偌多钱，不甲孤烟直打着看看就来去。出来到一个繁华的都市，也人无中好当路美丽好景致。老天的玻璃大楼徛在香顶边，一路上闪闪是。台北的暗暝，闹得无得比。台北的暗暝，光像日时。可惜阮身躯也无偌多钱，甲孤烟直打着看看就来去。欢迎欢迎，小哥你好，小哥你好，沈文程先生你好。哎呦，都在行出来，我行向行一个，就是一个墨西哥人来了。啊，歹势，甲你惊到，这是为了配合我的这个新歌 MTV 啦。MTV 啊，我就合作流浪去啦，我就是穿这个墨西哥服，牵一只马啊，伫一望无际的沙漠遐尼乱乱走安尼。哎呦，安尼这条歌一定真好听安尼，乱乱走。哎呀。讲了这个山地的这个一些这个 melody 啊，跟一些这个歌曲啊，它的旋律啊，那沈文程先生也在贡献相当良多啊。哪里？其实我也是身为这个我有一半的这个山地血统啊，为荣啊。因为可能就是因为我有这一份这个独特的血统啊，这个是让我的歌喉啊稍微还能听一点点。哎呦，您太客气了。都在一条歌，都在你出场唱那个时候，台北的暗暝，闹得无得比。哎呦，真的是，哦，你偏啊！哦，这个。这个，哎，你这模仿的真的哪里来？这个说到你的歌曲啊，有你独特的味道。刚才还介绍了说你这个是个山地的民谣，一些 melody 啊，这一般人我们很难得听到的。尤其在这所有山地朋友中啊，这个歌星艺人也很多。但是你好像知道各族啊，他们的这种旋律的，你也算是知道的最多的一位。哎，多是不敢的，就是略知一二。因为我从小呢就喜欢在我那个阿嬷他们家玩啊。哎呦，我舅舅啊，一些朋友啊。他们都很会唱山地歌曲，我就从小就听他们唱歌长大。其实啊，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学了很多这个国语嘛，国语讲得不错，所以他们就把那个山地歌有时候都把它改编成这个国语来唱。哎呦，哎，真的很对味啊！你安尼愈讲啊，我那星光的鸟语真想要听。你没听吧？哎，你这个山地歌真的是很特殊，很有特殊的味道的地方。因为它从头到尾就是不是低啊，就是低麦，就2个 key。2个 key 啊。对。哎，安尼啊。安尼具体安尼啦，您一一介绍一下，好了，把您知道的这介绍给我。我先介绍这个卢凯族的，卢凯族，我妈妈迄种，哇，真好听啊！恁阿兄上爱听。妹妹的心上人，个个都是英俊的男主角。像我这么丑的男人，怎么让你来看上？妹妹的理想。就像那飞机，海呀海，我天天在马拉桑。欧吉桑呀欧巴桑，我该怎么办？叫我如何来告诉他？这是卢凯族的，卢凯族的。现在来唱阿美族的，阿美族啊，有个我赶快。啊，低麦了哈，低麦了哈。把
阮厝啊，又搁无共款。难忘的初恋情人离我远去，我在故乡这里回来。想你，我心里难过，只有你就来安慰我。姑娘呀，希望你早日回到我的身边来。哎，过瘾啊！真过瘾啊！你知道一个旋律里，你看他唱就唱出山竹的这个特别的旋律，而且里面的歌词，我觉得他们这个脑筋真是很幽默。爸爸妈妈，我恳求你们不要让飞云去结婚，因为他是个有钱人。好来看，这个飞哥别个这个嘞，哎，个别的，假时的话去做工地秀就把那个，因为他是个有钱人。哎呀，等到他死掉以后，我儿子就会变成了继承人。哎呀，哦，这个，哎，可是啊，这个，听说山地话有的时候还跟一些外国的话也可以接这个通的啊。对，譬如讲这个菲律宾调水工，对，有几种的外盖弄也通的。哎，因为我觉得这算是叫马来种的啊，马来也可以。马来种跟这个印第安种的，真的是通的。你想想看，就是因为马来种他们就是。他们讲的话跟那个拉丁话也就是墨西哥那种拉丁话，那拉丁语系的语言呢，很接近。哎，真的，这经过研究、经过调查是这样。这个有什么这个？好像是同种不同宗这样子的。哎，安尼啊，或者说同宗不同，我搞不懂。刚有上面款的挂曲，安尼可以让我们这个印证一下。哇，今天有一首歌啊，好就那种梅沙梅木酒，梅沙梅木酒，这世界名曲啊。哦，对，较早林冲点来唱嘛。哎，对。梅沙梅木酒，不啊，这是一条歌，梅沙梅木酒。这几条了。梅沙梅木酒，这几条歌哈，对，这条歌这个。这条歌唱煞好，你唔相信？我用那个母语，搁甲唱一遍看卖。啊！你这个听不出来，分不清楚，真的一样，很搭。安尼啊，那先来唱一个这个标准的嘛，叫标准的，没上面是拉丁的，没上面不久。待会第二段我再来唱这个卢凯的山地话。哎呦，卢凯有几款的歌？哎，你也边看麦，安尼啊，来听看麦。先来一个正统的哈。老师，没上面不久。Bésame mucho, como si fuera esa noche la última vez. Bésame mucho, que tengo miedo de perder después. 拉丁的。今嘛我来用这个示范拉丁的，今嘛咱来唱迄个卢凯族的母语，卢凯族后我都唱一条歌，哎，安尼大家听看卖。老师，来，教导。卢凯族的。Aku acirai baringai Pamohan Adamai ku dharmaku acirai baringai Rasto Amigo Adamai ku dharmaku acirai baringai 哦。还好你前面介绍过，哎呀，而且卢凯族的歌，那不好，你的这3条我建议你不要唱。为什么？马拉个嘛，马拉都行。
豆对腐捡起来。那美人嘛是用马开头的。坏了，今天非常感谢沈文成介绍这么多好听的，什么有原始的，有这么谢，有这个历史价值的歌曲。谢谢，希望这个能够存档，放100年。谢谢，来，谢谢他。